今次比賽第一個活動。跟住落嚟繼續係關於斬頸周嘅，以下邊一行係你嘅目標咧 ？A， 我係倒數30秒，就係係啊，好明顯咧，中間你喺我 quick 啦，咁佢中間呢一段呢一嚿嘢咧，就係一個斷層帶嚟嘅。用化石某啲嘅品種咧，去斷定地層時間都有喎，所以其實。傾向嘅時候咧，我哋會想將個指南針沿住個水平位擺上去嘅。坐低啲個人係啦，打側落。係，但係我哋可以度嗰個啲顏色。名畫。哇！世界名畫。傾向呢邊咯，呢邊。唔係邊個位置？收咗你好豐富啊！真係啊！即係你手要伸直喎，你手。即係利用嗰個減9十。好。點解嘅？向呢邊。真大手茶嘅最後一場活動。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早晨，仲記得我嘛？如果由東平洲去對岸嘅話咧，灰白色，我哋都會俾個獎品嘅。赤洲上面嘅石頭咧，就係呢兩嚿啦，係搭背面嘅大手茶嘅一個活動。